有議員提出書面質詢，希望政府就北區未來嘅龐大城區發展計劃同政府公屋發展政策計劃擴大北區嘅衛生醫療網絡，以及喺短期內對公共衛生醫療體系嘅長遠發展作出評估。鄧曉欣報道。立法議員陳明金喺質詢中指，北區目前只有2間衛生中心，而北區衛生中心嘅門診需求幾乎佔咗全澳衛生中心全年整體求診數字嘅一半。近年本澳雖然增加咗唔少私人醫務場所，但收費並唔平，而喺北區生活嘅市民多數係低收入階層，係遇到病患嘅時候多選擇到政府衛生中心求診。佢建議政府增加區內嘅衛生中心，以及喺現時僅提供一般衛生護理嘅基礎上，適當增加專科醫療服務。另外，現時社會發展節奏急速，人口同旅客不斷上升，本澳公共醫療體系內嘅醫護人員同實際需求量之間存有缺口。佢建議政府喺短期內對公共衛生醫療體系嘅長遠發展作出